好，来，乡亲啊，继续来到立法院，早起是乱哄哄，立委烧 A 烧杀，有袂少人跋倒登录坐。今仔日是要处理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李进勇的人事动议权的投票。那立拢祭出加急动员，拄则4点投票已经结束了。立法院的状况，请记者杨志富讲互咱知。是主播今日立法院当咧处理着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李进勇的人事动议案。投票日拄啊，已经伫咧4点来结束，即马当咧进行开票的作业。而这一摆，民进党团要求当值的立委是爱票入规，一票拢袂当来走闪。国民党的委员虽然人较少，但是也是不断来阻挡，甚至也阁占领着主席台，双方是 QQ 投票柜也阁有国民党的委员杀倒来迫害，来看进前的状况。那里双方拢是加急动员，输人唔输阵，啥物人拢无要让啥物人。即马开票也搁咧进行，但是估计李进勇的人事案也是有机会来顺利过关。小等一下确定开票结果了后，咱随时则搁来为各位来报道。现场现场交等予主播。